Y Y 看天下，大家好，我係 Y Y。近期稻香火鍋大熱，除咗火鍋，亦有8、9、10蚊時光倒流價嘅點心，平到咁8蚊會唔會得一粒燒賣或者一個包？會唔會俾垃圾你食？供應時間又有冇限時限刻？又會唔會要等好耐先有得食？為咗解開疑團，我哋一齊去實測一下。閒日嘅1點鐘，我嚟到沙田希爾頓中心嘅稻香酒樓，目測都有大概8、9成滿。海報寫住供應時間係星期1至日嘅11點至到晏晝3點半。店員亦都話只要3點半前落單都有得食，估唔到星期6日都有優惠喎。一入座，店員會俾幾張點心紙你，一張係午市同下午茶嘅孖寶推廣，另一張就係一啲炒粉麵飯，價錢大約40幾、50幾蚊，有一個叉燒飯就28蚊，另一張就係8、90蚊點心紙，每個價格有4款點心俾你揀，揀嘅次數同數量都不限，係不限啊！暫時睇落又好似幾着數喎，計一計落單後幾耐先有得食？9分鐘後嚟咗碟韭菜豬紅同春卷，睇落賣相都唔錯喎，係春卷個皮好似燶咗少少。呢碟韭菜或豬紅10蚊，一碟有8至9粒，每粒 size 適中，喺面仲加咗蒜粒。豬紅非常嫩滑，淡淡蒜香味一啲都唔腥。香脆炸春卷9蚊有3條，外皮好明顯炸得過火咗，外皮酥脆，但咬開入面嘅蝦肉同餡料就比較少。呢個唔太推薦，等多7分鐘又嚟多4碟點心，等我逐一介紹下。黑松露真菌蘑菇包9蚊有2個，有幾盞鬼喎，外形真係好似一粒冬菇咁，入面有好多切咗粒嘅菇，仲有淡淡黑松露味，呢個有驚喜，食得又睇得。下一樣係手工3色餃，3粒都只係10蚊咋，有韭菜餃、蝦餃同粟米餃。韭菜餃嘅皮好薄，餡料滿滿，味道都唔錯。粟米餃嘅皮一樣晶瑩剔透，粟米同蝦肉嘅份量好多，感覺非常健康。蝦餃雖然有個蝦肉好大粒，但略嫌個皮厚咗啲。豉汁蒸鳳爪10蚊一碟有6隻，色澤比較深色少少，味道都略嫌濃味咗少少，都算係中規中矩啦。飲茶最受歡迎嘅叉燒包，亦可能係全場最平嘅點心，3個只係8蚊咋。佢冇話偷工減料，size同平時一樣，餡料都幾充足，味道算係正常發揮啦，性價比好高啊！另外叫咗2個午市孖寶33個8，一個係打晒空咁嘅，執翻靚仔啲先。3色燒賣有蟹子、黑松露同乾貝，乾貝太細粒，黑松露味比較淡，呢個可以不試。最後一樣係蒜蓉蝦蒸陳村粉，圍起只係17蚊，有4隻半邊蝦，蝦肉比較硬實，唔彈牙亦冇鮮味，反而陳村粉軟硬度適中，份量都幾多，比較起嚟反而特價點心更加好食，更加抵食喎。星期1至52點前茶錢11蚊一位，我哋叫咗6個8、9、10蚊嘅點心，另外有2個係午市嘅孖寶，連埋茶錢11蚊一位，再加埋+1，總數係123蚊。嚟個快閃總結，稻香今次呢個8、9、10蚊嘅點心優惠絕無欺搶，12款點心選擇種類好闊，由傳統嘅叉燒包、皮蛋瘦肉粥到新派嘅蘑菇包、脆糊餅，連炸兩都有。每碟嘅份量適中，有部分反而偏多，味道亦中規中矩，間中有1、2樣係合格線以上，呢個價錢真係無可挑剔。而且真係冇任何隱藏收費，明碼實價，享用時間亦冇限時，可以慢慢嘆，同朋友吹下水。最正係假日都可以享用到。不過有一點要提提大家，好似唔係每間稻香都有呢個優惠，同埋茶錢每一間嘅收費都有所不同。去之前記得要問清楚。今集就介紹住咁多先，大家可以留言話我知有咩飲茶好推介。最後大家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啊，拜拜。